現今的公共交通樞紐常有以下缺陷：超過30度的炎熱環境，龐大的能量消耗。香港氣候常年高溫潮濕，高峰期需開啟除濕機。公共運輸交匯處堆積大量巴士排放的熱量，令溫度普遍喺30甚至50度。每日就平均消耗2000至8000度電。電網智能調控的缺少，動態調整用電系統的不完善，令設備運行較為低效。這是用於模擬停車場場景的顯示模型。當車輛停靠時，車輛底盤散熱的主要部分如引擎和波箱，會緊靠於溫差發電模塊的上方，由此吸收車輛排放的熱量，並轉化為電能，以減少停車場用電量。在吸收停車場熱量的同時，可以提取清潔電能以使用。這是模型中的溫差發電模塊和電路，分別採用咗銅和鋁材料。底部裝有風扇製造溫差。以下係發電測試。我哋喺測試中用熱水去模擬汽車排放嘅廢熱。喺溫差上升嘅時候，可以見到右上角嘅發電同充電功率都有上升。隨着水溫的下降，發電和充電功率都會下降。由此可見，溫差發電模塊可以持續吸取熱能並充電，有助於電力循環利用。